Hello，大家好，我係嘉怡。好多有小朋友嘅家庭咧，佢哋揾地方住嘅時候咧，都會睇下個校區好唔好啦。咁所以今次我就想分享究竟本納比啦、列治文啦，同埋溫哥華佢 ranking 高嘅5間公立小學，同埋整體大溫地區頭5間成績優秀嘅私立小學，又會係邊幾間呢？今次我嘅資料咧係嚟自Fraser Institute 嘅2025年出嘅 BC 省小學成績報告，咁入邊咧就幫大約1000多間嘅公立同埋私立小學打分，咁分數咧主要係根據2023年至到2024年 Grade 4同埋 Grade 7考嘅 FSA 測驗嘅成績，咁佢哋會測試佢哋嘅閱讀啦、寫作啦同埋數學嘅表現。咁我記得我個女今年係 Grade 4咧，佢都有考過呢個 FSA 嘅。每間學校咧都有一個10分為滿分嘅評分，咁方便家長做一個學術表現上面嘅比較。好啦，由 Vancouver 公立小學講起先啦。高分嗰幾間咧包括有 Lord Kitchener、Sir William Osler、David Livingstone、Carnival、Dr. R.E. McKechnie。咁我個 pronunciation 可能唔係最準，所以希望大家唔好怪我啊。咁啱啱提及嗰呢5間小學咧嘅分數大概都係8分左右㗎，所以都非常之嘅突出。咁輪到我哋講下 Richmond 嘅 public school 咯噃。高分個5間包括有 Archibald Blair、Spilukuk 唔知啱唔啱 pronunciation、John T. Errington、William Bridge、Tomokachi Homa。好，輪到講下 Burnaby 嘅公立小學啦。咁高分嘅咧，包括係有 École Seaforth、Taylor Park、University Highlands、Gilpin and Clinton。咁呢幾間學校咧都有大概7分至到8分㗎。好啦，而家講下成個 Metro Vancouver 嘅私立小學咧個報告出嚟，高分嗰幾間又係邊幾間呢？咁 Vancouver 就有 Crofton House。Richmond 就有 Cornerstone Christian Academy，Burnaby 咧就有 Our Lady of Mercy，West Vancouver 就有 Mulgrave，North Vancouver 咧就有 St. Edmunds。呢幾間私校喺今次個報告入邊咧，佢評分都係好接近滿分嘅噃。其實都想同大家講下啦，呢份係俾大家參考嘅一份報告啦。咁係一個工具。咁但係大家譬如揀學校嘅都要睇埋學校嘅文化啦、老師同學生嘅關係啦、對特殊需要學生嘅支援啦，同埋課外活動嘅。咁未必高分一定係適合自己嘅噃。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參考，但係都值得留意嘅。希望今個 video 幫到你啦。拜拜。